罗西亚举办年度核武器操演，总统普京亲身坐镇。同时间，北约嘛咧联合军演，相比拼的气味真重。总统拜登强调讲，甲中国竞争无代表爱起冲突。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短期内已经经过3届，中国会加速拍台湾。纽西兰国会议员女性的是有史以来头一届比查甫较济，全世界也艰难6个国家有发生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的头一站，赶快先行到罗西亚。罗西亚即阵是咧举办年度核武器军演雷霆操演。虽然讲罗西亚是逐年的这个时间拢会举办，不过因为今年的时机真特殊，是罗西亚拍乌克兰以来头一届核武器军演。目前，罗西亚国防部已经公布因对核潜舰射洲际飞弹，佮会当带核弹头的飞弹发射影片。而且即阵北约也咧举办联合军演，演练对抗核武器战争，计共是有14国参加，出动超过60架战斗机。虽然两边拢是强调讲这是例行的军演，不过互相展军力、相比拼的气氛也是真重。罗西亚总统普京就亲身伫咧莫斯科坐镇指挥，要操演大规模的核武器打击战略。另外一边，北约的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是伫咧军演的航空母舰顶悬骂罗西亚做贼的花掠贼，指控定定放掉要用核武器的明明就是罗西亚本身。这几工煞指控乌克兰要使用放射性的武器，实在是真无负责任。甲发射6次了，R-24个洲际飞弹发射上天顶。另外一边是洲际飞弹对核力潜水艇顶悬发射。俄罗斯举办大号雷霆的年度核武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伫莫斯科指挥，20日开始来发射敢带核子头的飞弹。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ланом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д ваши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проводится тренировка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ходе которой будут отработаны задачи нанесения массированного ядерного удара. 逐一年这种演习拢是伫10月来举行，今年就算讲俄乌战争还搁咧拍，俄罗斯也是共款来举行。美方有证实讲收到俄罗斯的通知，不过无想要加做偌济说明。Yes, the U.S. was notified, and as we've highlighted before, this is a routine annual exercise by Russia, and so in this regard, Russia is complying with its arms control obligations and its transparency commitments to make those notifications. 战斗机啊，伫航空母舰顶悬起飞，北约大号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演习，拄好和今年的雷霆核武演习相逢。伫17展开的北约坚定正午的演习，是比利时主办，拢总有14国参加，估计要伫30结束。有动员真侪只第4还有第5代的战斗机，美国更加派出米52的轰炸机。这边也会演练核武共享，也就是讲，甲美国部分核武器在无核力武力的国家顶悬的战斗机，来训练别个国家的飞行员会当来执行核打击。针对普京这款垃圾飞弹的指控，北约反倒转咧批评普京，讲伊讲话无根据。President Putin's nuclear rhetoric is dangerous and it is reckless and irresponsible. Any use of a nuclear weapon in Ukraine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美国和欧洲的盟国今年伫北约形态的军演，比逐一年更加密集。干那伫美国海军今年就已经是第3摆的演练，甲这个航空母舰交付北约指挥的联合行动，安尼嘛就显讲美国甲俄罗斯双头拢想要来透过军事的力头来甲对方威吓。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连任的这件代志，对制度方面来看，本身就真阿爸，所以国际拢在关注讲，中国到底是安怎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即阵就强调讲，美国是无要惹代志，无要甲中国起冲突，甲因保持竞争关系，无代表讲一定爱动刀动枪。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咧中国的20大结束了后，已经不止一届警告讲，中国的拼速度提早拍台湾。所以，美国甲新加伙伴对话联合声明当中，头一届讲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日本、南韩的3方会谈，嘛强调讲会合作，确保台湾有能力保护家己。
美中两段强权对立，中共20大落幕。美国总统拜登日在北京会见国防部各界军事领导人，就美中关系做回应。美国无寻求甲中共发生冲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知影这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中共加速统一夺取台湾，已经决定无要阁接受现状。We don't see conflict. I've told them that we're looking for competition. There'll be stiff competition, but doesn't need to be conflict. The decision by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hat status quo was no longer acceptable, that they wanted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y would pursue reunification. They also, I think, have made decisions about how they would do that, including exerting more pressure on Taiwan. 中共加强对台军事威胁，引起国际重视，包括美国加新加坡又判对华联合声明，头一届提起台海和平稳定，也加美国副国务卿雪曼参加的美日韩三方会谈，也确认深化合作，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我们也会深化跟美国的一个紧密安全伙伴关系，并且跟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还有伙伴们都强化彼此的合作。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指出，中共对台政策可能走向更加积极强硬的做法，咱方维护主权绝对无容忍任何妥协的空间。不过，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指控总统蔡英文，和美国误判台湾维持现状，因为中共5年来对台威胁会达到最高点，尤其美军也未转型，和强军有机会对台动武。5年之内，对台湾来说是危险期。那这5年刚好也是美国的军力还没有转型完成，美国的军力现在还在准备，还在打那个反恐作战。他要针对中共的飞弹，他根本没有防守能力，所以美国的根本没有准备好这个防卫台湾。苏起指出，蔡政府无承认9·2共识，到今无提出配套方案，要安怎促成和平对谈？学者杨开宏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伫美中关系会当回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一向是互人认为讲是习近平的好朋友。即阵捌做过王岐山秘书的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陈慧武，则是互人以收乌色的名义抓起来，互人解读讲是习近平斩断王岐山的骹手。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三星集团的少年头家李在镕，即马是正式接任三星董事长。董事会是希望伊会当带公司度过晶片危机甲通货膨胀。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预计甲英国的教育系统大改革，鼓励哪只头路哪接受训练来摕学位。苏纳克强调讲，教育是解决公共政策的问题上好的办法。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国际能源总署表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造成全球的能源危机，并侪国家发展再生能源。不过，无的确会正做能源转型上好的时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总统拜登的民调歹，民主党保障摕囡仔权利的政见，阁受到保守派反对。国会大选，民主党的势面恐惊是无解乐观。伊斯兰教有一部分的人组成激进组织，对其他国家甲宗教发动恐怖攻击。其实因平信伊斯兰教的嘛是有分派系，但不时就会相战。伊拢昨就有人野枪攻击什叶派圣地，这就是造成15个人死亡。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承认是因犯案。对壁顶的枪支孔涂骹的废裂，一个擘着血的碎玻璃，就让知影发生枪击迄当阵现场真可怕。正就26攻击中南部城市希拉兹什叶派第2大圣地天王之墓，造成重大死伤。بعد دیگه زیارتون هم کرده بودیم. دیگه دیدیم چیزا رفتیم تو اتاقی که بغل هم حرم این نامرد اومد همه رو بس فرق داشت. 伊朗国营电视台甲这边攻击关系号塔克菲里，意思是伫咧过去拢以伊朗多数什叶派为攻击目标的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官方表示，枪击案发生无偌久了，掠到2个枪手，第3个还佫伫咧走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离迄案讲是因犯案。枪击案发生的迄当阵，头关事件控制住22岁女子艾米尼过身40天，伊的家乡萨盖兹有几多千人来悼念甲示威，看起来甲枪击案无关系。
示威的女性甲头巾摕来压，并且沿着大路行向艾米尼的梦。有报道讲，一寡路段封起来。不过库德斯坦省的省长库沙所讲，路拢有通正顺，局势正稳定。库德族人权团体香港人权组织讲，安全部队有开枪发射催泪瓦斯进行镇压，网络也被切断。当局的理由是安全考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现代唔但医学的进步，变动嘛对咧变种，而且速度是紧甲咱人拢对袂着。虽然咱已经经过新冠肺炎上界严重的2年，不过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也是有万千变化。美国总统拜登即阵就催民众赶紧去家住加强保护力的预防针。美国的民众今年寒人不止要面对新冠肺炎的考验，搁一款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嘛当咧炭烧。而且这款病毒主要攻击的是细汉囡仔。目前全美国的疾控病房已经有3/4拢已经插甲甜甜。加上今年逐年的寒人拢会爆发的流感病毒，今年是搁提早爆发。这3种疫情加做伙，互美国的一寡医疗病所是已经支撑袂掉。美国总统拜登伫咧25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也希望几落百万还未做加强针的人赶紧去做，因为拜登今年热天才确诊过，所以这个加强针是加等几落个月才做。Get vaccinated. New variants have emerged here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We've seen cases of hospitalizations rise in Europe in recent weeks. And the weather is getting colder. 北京表示，包括比较1/5的许多人在内，美国有超过2000万人做过国家新版的加强针，也就是针对奥密克戎的亚型变异株 BA.4 加 BA.5。防疫协调官指下讲，即嘛有3种呼吸道疾病伫咧美国流行，也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新冠病毒一个流感。With 3 different viruses circulating, one of the reasons why you might be seeing more hospitalizations is kids or adults are getting co-infections, some combination of RSV with COVID, with influenza, and by the way,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 So if you can take 1 or 2 of them off the table by getting vaccinated, that's a big help. 尤其幼婴感染 RSV 已经让美国部分医疗院所负担正重，因无法度甲病毒所引起的分泌物扫出来，只靠机器抽或者是静脉注射，有种可能要到30趟。目前高危险族群的幼婴有预防的药啊，不过对大人的 RSV 疫苗是还阁伫咧开发，所以赶紧做新冠病毒疫苗加流感疫苗是正重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英国的新首相苏纳克伫咧上届艰难的政策就任，伊的一举一动拢是受到关注。上头一届伫咧国会接受质询，在野党就针对伊用的人炮火攻击。苏纳克甲顶礼拜才因为违反政府规定请示的内政大臣，佮找到转来。苏纳克是强调讲，内政大臣迄当阵勇敢认错，欢迎转来内阁做代志。英国新首相苏纳克25就任了后，加长讲随到国会质询。新首相头一摆登场，在野党就无拍算要轻轻放，原因是苏纳克一上台，就互顶礼拜才因为用私人邮件传送公文来请示的布瑞佛曼，佮转来做内政大臣。The Home Secretary made an error of judgment, but she recognised that. She raised the matter and she accepted her mistake. And that's why I was delighted to welcome back into a united cabinet that brings experience and stability to the heart of government. We can all see what's happened here. He's so weak, he's done a grubby deal, trading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he was scared to lose another leadership election. 除了人事政绩，工党也一直甲苏纳克家后的走势政绩，佮批评真有在力的首相表面上讲支持劳工，私底下却是讲一套做一套。Boasting to a group of Tory members that he personally moved money away from deprived areas to wealthy places instead. This summer, I was being honest about the difficulties that we were facing. 苏纳克无要讲家后的所有问题，强调家己是因为国家利益讲实在话。对于工党要求提前举办大选，苏纳克当然未同意。伊讲保守党已经伫顶一摆大选得到选民授权。
那眼前上困难的经济甲通膨困境，苏纳克表示，原定10月底公布的新财政计划将延到11月才宣布，以确保做出正确决定。苏纳克以首相的身份头一摆备选的表现，部分英国人和伊的分数并无悬，伊真有钱，拢毋捌塞购物车伫商场计较过计销，毋知影民众真正咧注重啥物。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纽西兰国会女议员本地就袂少。即阵工党的女议员梅森阁接议长的工课，加上有一个查甫议员请辞。纽西兰的国会是头一届查某议员比查甫议员较济，这伫咧全世界拢是真罕你看到的局面，目前敢若6个国家有发生过。纽西兰工党议员梅森今日被国会内底用模拟为宣誓就职，接任专起组驻爱尔兰大使前议长的工课，加上顶礼拜有一名男议员辞职，和国会女议员的人数头一届超过一半，达到60个人，比男性议员加1个人。I think it's a proud day for New Zealand that we've reached that significant milestone. After all, we were the first country to grant women the right to vote. 纽西兰的女性政治界历史为1893年开始先通过女性参政的法规，建造全球头一个和女性有投票权的国家。一路发展到出现女性总理等等，即马真侪重要政治职务，包括现今嘛是历史上第3个女性总理阿尔登，加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加总督等等，拢是女性在做。I think it's hugely significant for New Zealand. You know, our strides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have been big in New Zealan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We've got a female Governor General, Prime Minister, Chief Justice, and now we have 50% parliamentarians. There's always more to do when it comes to gender equality. 根据各个议会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纽西兰、即马还有古巴、墨西哥、尼加拉瓜、卢安达、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总6个国家，议会内底女性议员占比至少50%。也毋过纽西兰女性议员比查甫人搁较侪状况，只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根据民调，到2023年的大选，女性代表比例较低保守派，有可能赢过自由派得到胜利。另外，纽西兰伫个性别甲薪水平等这女性权益，有关搁爱努力争取。是新闻台是同朋友。刷落来看欧洲的希腊这几档国家的债务重，加上疫情，民众的日子本地就已经真歹过。即马愈来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互济细厝的民众支撑袂牢。有学生就表示，伊住的厝税是已经起3成5啊，有的人是只好搬厝搬去公寓楼尾顶的空间。有的人是爱兼几落份工课，才有法度纳逐个月450块欧元，大约是14500台票的租金。27岁帕帕斯最近是无法度搬来这间大约是7.5平的厝顶加起的公寓，面积和厝税是伊原本租的厝的一半。搬厝的原因是即摆雅典的厝税起伤凶，伊一边读大学，一边是做part-time工课，根本就无法度负担。Δεν περίμενα ότι τόσο γρήγορα θα αλλάξουν τα πράγματα. Σε ένα τόσο μικρό χρονικό διάστημα θα έχουμε μια τέτοια αύξηση τιμών. Τρομάζω για το πώς θα ανταπεξέλθω να συνεχίσω να ζω μόνη μου. 最近因为受到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希腊通货膨胀是创30年新高，来到12%。官方的数据嘛，当看到9月的电钱是起3成，小气燃油的价销嘛起6成5，厝税比去年同期是贵3成5，其中厝税负担上大，互人是支撑袂牢。卖厝的中人认为讲，少年人每个月有6成到7成的收入，拢爱摕来纳厝税，和爸母做伙大的情形是愈来愈普遍啊。 ότι το 67% των νέων, αυτό είναι πολύ σημαντικό και κακό στοιχείο για την Ελλάδα, της ηλικιακής ομάδας 24 ως 35 ετών, 36 ετών, ζουν στο παιδικό τους δωμάτιο. Αυτό είναι πολύ πολύ κακό για την ελληνική και οικονομία και οικογένεια και το δημογραφικό της χώρας. 目前一边伫个餐厅做服务生，一边读册的20岁女大学生帕帕多波鲁，是靠父母的赞助才有法度租，每个月租金是450欧元，合大票14500的厝独立生活。但是伊认为，目前希腊经济前景使人烦恼，工课会愈来愈歹找，通膨危机若继续恶化，毕业了后可能要另外找出路。Άμα δεν αλλάξει κάτι, βλέπω το μέλλον να είναι σίγουρα εκτός Ελλάδας. 为了帮助少年人解决经济困境，希腊政府顶个月是提出17.4亿欧元的纾困计划，会甲学生的租厝补助提悬，嘛互少年阿某买厝会当用较低利息来贷款，但是效果佫就歹讲。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